元宵全台湾各地拢有活动，南台湾就有一个里长真大方放假烘肉，而且烘的佫是180斤的这个大山猪。里长佫专门为这个南马社请这个烘肉专家落山烘这个山猪，里面一个天偏到旁边尔，赶紧来排队，想要来甲试看卖。毋是中秋节，不过这个里过元宵嘛咧烘肉，而且烘的是180斤重的大山猪，每一个部位拢家抹一寡蒜末落，加真香。这个阵势，互都市人看甲就要流嘴烂。烘肉专家是对这山顶来南马社的机密。蔡里长每一年都会请我们南马下的盐味烤全猪来这边烤，啊，对他很帮助我们南马下的那个原乡的每一个人。里长若对原乡的居民真照顾，对家己的里面嘛真大心。放过烘山猪，经过4点钟了后，里面拢闻到香讲讲啊，赶紧来排队。若有好食的山猪肉，也阁有一碗小糊糊的沙白鱼汤。伊就有食，阁有了，才排队。办到今年拄啊21年。从来没有间断过。前镇区镇同里的元宵联欢活动已经办21档啊，拢捌停过。若是凝聚里面的感情，这嘛是一种不共过元宵的方式。